各位兄姐，这时请咱安静心敬礼礼拜。全地啊，着对上主欢呼，着欢欢喜喜来敬拜上主，着唱俄罗的诗歌来到伊面前，着知上主是上帝，伊创造咱，咱属伊，咱是伊的子民，是伊牧养的羊群，着用感谢进入伊的门，着用颂赞入去伊的意，着感谢伊，称赞伊的名，上主至善，伊的慈爱续到永远，伊的信实透到万代。请咱做伙吟诗来学乐上帝。圣诗第315首，圣诗第315首，天白云顶真正大，请咱起立来用全首。天白云顶真正大，
且咱犹原徛着当心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使徒圣经有印伫圣诗的头前。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纽约岛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当心来启应。启应文第61篇，启应文第61篇，也就是以弗所书第2章。我来启，请兄弟来用。咱用教头的方式来启应。恁这个以前离开上帝远远的外邦人。现在靠基督耶稣通过伊的死，已经甲上帝亲近。基督促进咱的和平。伊有互犹太人甲外邦人成做一个。伊用家己的身躯拆毁，甲因隔开的墙，消除因中间的敌对。伊废除犹太律法的界面甲规例，互两边通过伊，通创造一个新的人来促进和平。基督通过十字架消灭彼此的敌对，互两边成做一体，通甲上帝和好。安尼，基督来是要传和平的福音，予所有人，包括恁这个以前离开上帝远远的外邦人，甲亲近上帝的犹太人。通过基督，咱两边的人拢会当对共一位圣神来亲近爸。所以恁外邦人已经毋是外国人。毋是出外人，是甲上帝子民平平做国民，做上帝的家族，建立伫先知甲使徒所下地基顶，用基督耶稣本身做上重要的基础。规个建筑物靠伊来连接结合。渐渐扩大，成做神的殿，归属主。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天天的保守，日日的看顾。然而我们却时常背离你，以至于我们在疫情肆虐的过程、生活变化的过程，都忘了有主你的同在。让撒旦的心意有机可乘，不管是生病的、受伤的、家庭困境的，我们都自爱自怨，找不到出路。
其实只要我们回转我们的心，真心的认罪悔改，认真的寻求神，我们将会看到更多想不到的神迹，发现神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主啊，求你再一次的赦免我，求你再一次的让我匍匐在你的面前，真实的敬拜你，寻求你，做你真正的信徒，一生追随你。以上所求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咱同心来领受上帝话，记载伫圣经哥林多后书5章18至21节。这个一切拢是上帝作为，伊通过基督，互咱甲伊和好，佮将互人和好的职务交代有法。阮所传的信息是安尼：上帝通过基督，互世间人甲伊和好，伊无佮追究因的罪过，却将即个互人和好的信息交托阮，所以阮做基督的大使，上帝通过阮甲恁考劝，阮替基督甲恁求，着甲上帝和好。上帝互无罪的基督，为着咱的缘故，真侪有罪，互咱通靠基督甲上帝建立合宜的关系。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搁去行的人。即时社青团契要带咱来学乐上帝，因所要用的诗歌是神羔羊配得。担当我最
愿一切水的歌声，真侪芳芳的坐，达到上帝面前，得到主的欢喜甲感乐。今仔日要为咱正道的是本堂的林耀生牧师，伊所要分享的题目是：得基督来，甲上帝和好，将时间交予牧师。来，现在平安啊！顶礼拜咱伫第一堂的礼拜中间啊，一定有人注意到即个讲道的即个影片啊，无有加好势啊，滴到有 NG 画面安尼诶，即个三星啊来登讲安尼的画面，这拄好是咱对5月中安尼停止即个实体礼拜。了，经过几位即个影音的即个同工，甲着咱的一寡音乐的同工，不断伫遐努力，才会通互咱的兄弟安尼会通真爽快，伫咧咱的厝内安尼来礼拜的一寡成果。但是嘛，也因为有咱的同工安尼身体无爽快，少年的同工随时来接起来即个安尼才会编辑即个影片的即个服饰直到出现一寡即个 NG 的画面的产生无有加调安尼一个插曲牧师嘛伫咧即个所在来兄弟来抱歉毋知咱怎样来看待安尼一件代志？牧师也伫咧即个所在小可来说明咱的即个礼拜影片是怎样来产生。因为咱国怪，咱伫后礼拜9月12号，咱就要重新恢复即个实体礼拜所以咱伫咧实体礼拜时是即时的即个直播就无搁再是用预录的方式来录影做首播咱的礼拜安尼伫咧即个安尼讲三星即个礼拜影片的三星，差不多有5个步调5个步骤。第一个就是伫咧即个安尼诗歌的录音伫咧即个透过着有像讲即个圣诗的录音献诗的录音，以及着安尼第二堂的即个安尼俄罗敬拜录音等等，到着即个第一堂的奏乐的录音，这个拢是用着即个多轨的方式来录音最后经过调整了混合。产生一个真完整的诗歌以及即个音乐安尼即个档案。第二个是透过即个诗会的即个录音照着每一个咱的即个诗礼者伊有闲的时间安尼预约来到伫教会来大声来录影即个时间有当时是礼拜日的下晡有当时是拜二下早是下昼等等遮个，因为即个礼拜天书所录迄个安尼所录出来拢是只有干那诗会部分，所以拢总是安尼讲安尼片段的影片。第三个部分也就是讲道录影的部分，像牧师今仔日即个讲道语言嘛是用录影的方式这共款爱等甲牧师安尼已经准备好讲章牧师爱找时间来录即个2场的即个讲道的即个影片即个部分是需要安尼讲一气呵成若有 NG 就需要重来录影。第四个部分是即个诗歌。咱头拄伫咧第一部分，即个诗歌，所有的每一个诗歌，不管你是圣诗是敬拜俄罗遮个诗歌，遮个诗歌拢落尾手爱夹着即个 PPT 内底，亲像圣诗就用圣诗的 PPT， 诗歌就有诗歌的 PPT， 献诗有献诗的 PPT， 甲遮个声音甲即个 PPT 甲伊夹做伙，成做一个每一首歌有伊单独的迄个影片。第五。这是将对诗会者伊的迄个影片佮甲安尼加调 YD 的，伊伫佮将这个诗歌的即个影片一个一个安尼甲斗起哩，包括着咱的迄个信用个别等等遮个
一个一个甲接起，佮将牧师的讲道嘛甲接起，安尼将这个编辑好势，甲伊串接好势了，安尼才是咱规个即个礼拜完整的影片。佮因为咱是2场的礼拜，所以咱需要做2遍无共款影片的编辑，甲着即个串接。照着咱的这个影音的同工来讲，因所讲的，咱1点钟的影片需要用6倍的时间来安尼剪辑吼。所以咱会通想象讲，咱2场的礼拜需要用差不多偌久的时间，差不多要用掉差不多12至15点钟的时间，佮无包括咱头前咧讲的录影、录音等等这个时间。上落尾，咱佮需要照着即个 YouTube 面顶伊所设定的限制，也就是首播的即个时间需要伫咧即个要安尼首播的时间会12点钟前一定爱上传起来，才有法度互咱2场的礼拜会通真准时来播送。所以咱的同工伊需要伫咧礼拜6的沿暗9点进前，爱将2场的影片拢总爱在安尼上传起来。所以你若是用安尼落去算的时阵，咱搁倒头去算的时阵，咱所有礼拜遮的所在，拢爱伫咧礼拜5中到12点进前，全部爱完成。佮每一个同工，因家己有家己的安尼，因的工作也是家庭以及学业等等遮的爱顾。所以，通讲咱的遮个影音的同工，因是牺牲因家己休困的时间来做遮个事，用着真有限的时间，却是要做真专业的代志，来帮助大家会通伫咧礼拜中间会通安尼有安尼一个真好的敬拜。所以因为安尼，所以也期待咱会通搁较疼惜咱遮个即群愿意为着主的缘故来付上代价，才会同工。所以请咱大家人用着鼓励来代替质问安尼迄款的态度，来互咱搁较侪兄弟愿意安尼会通出来参与伫咧教会逐样的服侍。这是针对着咱顶礼拜咱所出现的即个 NG 片段咱做一个附带说明。也感谢主，安尼咱安尼伫主特别的恩典的内面，咱台湾的疫情安尼有比较有降低吼，所以中央疫情中心有开放，室内80人，室外300人，安尼的一个放宽。但是咧，咱的教会因为即个限制的关系，有即个社交距离1.5米，以及着梅花座。所以咱的礼拜堂上最就是共款会使坐30人安尼若定，所以咱安尼伫咧9月12号咱要恢复实体礼拜，以及着即时的迄个网络直播，咱依然共款，咱只有敢若用提供30人安尼的即个座位，其他人需要坐伫咧即个外面即个来观看即个直播的即个投影，所以咱中执会也有建议，咱的礼拜堂的即个座位，然后遮个行动不便的，以及咱的长辈来坐，其他咱的遮个家人来坐伫咧即个外面的即个直播投影的区域来参加礼拜。所以这是咱伫咧大声来说。甲咱安尼做一个说明，这是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我满心感谢你，照着主你丰盛恩典，甲你的慈悲怜悯，主你有恩待阮，帮助阮，互阮台湾安尼会通伫主你的保守的下面，阮会通安尼降级这个疫情会通来降级。互阮安尼得到平安，但也愿你的神也继续来保守阮、带领阮，互阮会通安尼真正安尼谦卑顺服，甲主你同心搁好，互阮会通伫基督的内面甲主你搁好，愿你的神
不断来激励阮、帮助阮、催逼阮，安尼恳求祈祷，拢上过抓出基督的圣名，阿免。即几个礼拜牧师一直不断伫遐强调，安尼无看见一人，只有看见耶稣。检测有人以为牧师只是干那针对某一寡人来讲，其实事实上毋是安尼。牧师除了提醒我家己本身以外，也要来提醒咱所有的众兄弟，因为即个主题虽然有真侪牧师捌讲过，却真少有人安尼真正去甲实现出来。若是有，嘛是干那一时仔囝安尼，那亲像有去甲实践，但是无偌久就搁恢复原底本身的迄个安尼讲固态复明。因为这是咱的人性，你若毋信咱会通看信主侪年的这个基督徒是讲这个安尼讲事业有成安尼这个基督徒，咱就通看见，无看见一个人，只干那看见耶稣有偌尔困难。伫咱的中间有侪人安尼信主已经真侪年。是讲伫咧人的眼中会通讲是叫做事业有成，是伫咧工作上伊是一个管理者，伊可能是政府部门的即个公职人员，伊是医生、律师、老师，这个人伫咧各自的即个领域内面拢拥有，咱讲拥有一片天。这通讲就是讲伊。伫咧伊的日常生活中，伊嘛会通好伫遐讲着讲真感谢主，互我有安尼的成就。但是咱眼中真正敢有只干那看见耶稣嘛？是咱只不过是干那安尼，咱讲叫做皮皮是讲只是干那讲一个意思。咱到底咱是？敢有真正看见耶稣是较济，咱是看见咱家己，看见咱家己的辛苦，结果煞无看见着咱的主伊的带领甲保守，无看见一人，只干那看见耶稣。既然是遐尔重要，安尼为什么咱阁会安尼时常干那只有看见一人，阁迄个一人其中咱对迄个中间。当咱将一个人安尼对其他人来甲伊讲，咱甲分出来的时阵，人就会看见迄个一个人。佮迄个一个人，通常就是咱家己本身。佮亲像迄个水滴水滴伫遐咧凸显伊家己。什么时阵咱会通好看见一滴水？通常就是这滴水甲其他遮个水来离开的时阵，这滴水就变甲非常的这个明显，咱就会看见一滴水，隔离，互咱看见一人，互咱将焦点放伫咧一人。当一人对其他的人的中间来甲伊分离出来的时阵，咱就会看见迄个一个人。佮安尼看见的迄个人，毋是别人，正是咱本身。咱常常会安尼伫咧不知不觉的中间，将咱家己甲别人来甲伊安尼隔离出来，毋愿意放下咱家己，是讲迄落拢放下咱家己的一寡意见，甲别人合一。咱来试想看觅咱即个一滴水，一滴水。伊会有啥物款的功用？一滴大滴水甲一滴小滴水，伊敢有啥物款的差别？我想水滴无论大细，伊存在的时间其实拢真短。亲像咱即马安尼天气真热，真紧就会蒸发掉去。因为当咱伫遐咧迄落。凸显咱家己的时阵，就较亲像即个一滴水共款。所以咱毋通来凸显任何的一滴水，因为伊会真紧就来打去。所以咱
搁较毋通坚持咱家己的即一滴水，单独一滴水，伊无啥物了不起。只有即滴水愿意将伊家己放落去，放下伊家己甲别个水滴，甲因合一，才有法度看见家己的才会通安尼看袂起家己的即滴水。个水滴伊即个合一，才会通发挥迄个水的迄个功用啊，就是会通互人来指看啊。那搁较大的层面来讲，即个水的合一啊，伊会通发挥的功用就哪来哪大啊！迄个大海啊，是安尼咱讲无数的即个水滴的一种的合一，才有法度安尼形成。伫咧上帝国度内面，那亲像即个大海共款，咱就亲像即个大海内面的即个一小滴水，无小滴水就无即个规个即个大海。咱毋通安尼看轻家己的即一滴小滴水，也毋通凸显咱家己甲其他的水来做一个隔离。咱拢是基督的肢体。所以，基督伊是咱的头，教会是规个身躯，焦点是伫咧头，互人看见咱的即个头。焦点毋是伫咧即个规个肢体顶面，互人看见肢体。咱毋通凸显咱家己，毋通安尼凸显任何的肢体的某一部分。当一个肢体安尼意爱要凸显伊家己，来取代即个头的位置。咱安尼只看见即个肢体，无看见头，这一定是一个无健康、佮无正常的肢体。所以，当咱若只有看见一个肢体，却无看见规身，特别是无看见头的时阵，迄个就毋是一个真正常的人。同款。当咱无搁再隔离，咱愿意来放下咱家己，甲别人合一，就会安尼讲，无看见别人，只有看见耶稣。搁耶稣即个时阵，才有法度成就伊的大事伫咱的中间。所以弟兄兄弟，隔离是撒旦的工作。当迄个撒旦伊的迄个规格是要来破坏。迄个规个关系来产生隔离，伊的目的就是爱要咱讲爱要淘汰、杀害，甲着即个毁坏。圣经将咱比如做基督的身躯的肢体，教会就是基督的身躯，肢体袂通来离开即个身躯。但是咧，撒旦伊的方法就是那亲像传染迄种。只有家己的迄款安尼的性命，以为以迄个自我做中心来产生隔离，佮隔离带来迄款的痛苦，甲着死亡。所以，因为肢体甲着身躯来伫遐隔离，所带来就是肢体死亡。信徒甲教会隔离，就带来灵性的死亡。人甲别人隔离，就带来即个关系的些死亡。撒旦引诱人犯罪，罪带来隔离，隔离带来死亡。迄个人的迄个身躯，甲着灵魂来隔离，即个体就安尼一定爱安尼来死亡。人的心甲着伊家己本身来做隔离的时阵，迄个伊的魂就安尼来递到死亡。就甲亲像咱安尼台湾话有一句讲啊迄落。叫做安尼，亲像稻草人，咱讲失魂落魄安尼无魂附体，亲像稻草人。过来，当人的灵甲着上帝的灵来隔离的时阵，就递到即个灵的即个死亡。这拢是撒旦引诱人犯罪所带来的一个死亡。一个人若离开教会，一定带来死亡。大先是灵性的死亡，后来上落尾是规个永恒的一个灭亡。所以人安尼伫咧即个咱讲迄个人若甲别人隔离关系，也要安尼递到终止。
咱时常安尼用着即个假理来解决人甲人之间的迄款安尼冲突。夫妻彼此安尼有不满的时阵，撒旦的欺骗就要爱即个夫妻伫迄个中间来彼此伫遐来冷战，互迄个夫妻产生隔离，带来关系的迄个破坏，甚至造成婚姻即个家庭婚姻的迄个破裂。隔离上落尾的结果就是死亡。咱讲讲叫做所谓迄种讲悲哀哀莫大于心死。彼此的心甲心隔离，来抵到迄个心来去死去，是一个上大的悲哀。每一个人拢是安尼样真特别的，所以彼此无共，会产生了安尼彼此的迄款的差异。这个差异无一定会带来也想产生冲突，但是选择骄傲只有家己才会安尼产生迄款冲突。撒旦安尼引诱咱用着迄个假理来解决迄个冲突，互咱陷入去伫咧伊的迄个诡计内面，互魔鬼来伫遐来杀害、偷摕，伫遐来毁坏人甲人之间的迄款的关系。撒旦伊另外一个诡计是啥物呢？就是互人安尼咱讲忘恩忘恩袂记咧上帝恩典。忘恩就是只有家己。只有看见家己，人一个只有看见家己，就会为着家己安尼，迄落讲只有干那会为着家己挖靠家己，甚至为着要满足家己，以为是只有家己，互家己拥有现在一切，亲像咱顶礼拜所讲起的迄个尼布甲尼撒王同款。人一个忘恩就有私欲，一个有私欲就咱讲安尼来怀胎。圣经内面安尼讲的，伊讲迄个私欲既然怀胎，就安尼生出罪来；罪既然生长，就生出死来。拢欲望怀孕，就生出罪；罪恶生息，就产生死亡。佮即个死，就是迄个假理的一款的状态。所以今仔日咱所领受的即个经段。咱要来看见咱今仔日所领受即个经段内面，伊提起到着所有的即个伫咧基督耶稣内面的人，拢已经成做一个新造的人。即个所在所提起着即个基督内面的人，拢领受一种安尼职分，就是可劝别人甲上帝和好安尼迄款安尼的职分。先是大先是家己甲上帝和好。然后是可劝人甲上帝和好，所以安尼所有的才会照着基督甲上帝和好的，也照着耶稣来领受迄个可劝人甲上帝和好安尼迄款安尼的职分。咱讲安尼可劝人和睦会通讲，也就是咱伫咧耶稣伫咧传福音内面的迄个8福的其中的一福。讲讲促进和平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因会成做上帝囝儿。可劝人甲上帝和好安尼即份，通讲是咱讲门户得到福气的一个即份，也是所有称做上帝儿女的每一个人应该有的一个咱讲天职。即个经段内面讲到3项。真重要的一个事实，也就是上帝伊主动爱人甲伊和好。第二个是上帝伊主动安尼为着人来陪伴安尼通甲伊和好的迄种拯救的方法。第三就是上帝主动来将迄个和好的道理来托付伊的奴仆，来找因去来劝人甲上帝和好，甚至。安尼，咱会通讲什么是互人甲上帝和好安尼迄款的道理，就是上帝伫咧基督耶稣内面安尼，互世间人甲伊和好，佮安那，伊无过追求因的罪过。即款安尼的道理，
人类伫咧犯罪了，无法度甲上帝好，反倒会讲正做对敌。人的罪，互人甲公义的上帝产生了对立。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救赎，才会通互人得到上帝赦罪来甲伊和好。伫咧即个经段内面，只有讲到人甲上帝和好，无有提起甲人甲人的迄个和好。但是人甲人的关系无好，无和合，完全是因为人甲上帝无和好来引起的。所有的这个罪，拢是互人甲上帝无和好，也互人甲人无和好，亲像贪心的迄款的罪，毋若安尼得罪了上帝，嘛得罪人，互人受到亏损。所以人甲上帝和好，来赢过即个罪恶的迄个结果，就会的确来改善人甲人的迄款的关系。保罗伊讲伊家己是耶稣基督的使者，伊怎样做一个安尼讲，互人甲上帝和好的迄个使者？伊讲伊哪亲像一个安尼讲传达的一个器皿，互上帝借着伊来人来伫遐来讲话。另外一方面，保罗借着即个安尼。保罗伊即个器皿也真会通体会迄款上帝的迄个心意。伊用着真诚恳的态度来伫遐来人来讲迄落甲伊恳求，恳求哪？恳求人甲上帝和好。所以讲讲阮替基督甲恁求，着甲上帝和好。即句话就是咧描写着即个保罗传福音到伫哥林多去的时阵，伫遐伊用着迄个真安尼诚恳的迄款的态度，哪亲像伫遐来咧拜托即个哥林多人来伫遐来信耶稣，来甲着上帝好，伊为着基督的福音甲人的灵魂，伫遐愿意爱尽伊一切的款的气力。即句话也通应用伫咧即个犯了罪的这个哥林多的这个信徒的顶面。保罗徛伫咧基督使者的迄个立场，劝因着甲上帝恢复迄个正常的关系。即段的即个圣经内面讲出着即个救恩的一个真根本的迄个原理，咱怎样才会通甲会讲伫咧上帝面前来得到称义，就是安那。就是互迄个上帝，互迄个无罪基督为着咱的缘故，真做有罪，互咱安尼通靠基督甲上帝建立一个真合宜的关系。所以伫咧即个中间，咱会通看见，就是迄个咱讲真罪迄个讲真成为罪伫咧即个种真做有罪。上帝互迄个无罪基督为着咱的缘故，真做迄个有罪。伫咧即个所在，迄个真做有罪，伊有一个真特别的讲法，就是伊记着讲基督为着咱，真做迄个受着咒诅的迄个照着迄个加拉太书3章13节内面讲，就是讲迄个既若挂迄种安尼挂伫咧即个插头顶的，拢是要受咒诅。基督伫咧十字架顶的时阵，为着咱受着迄个咒诅，互上帝来隔离，还是讲互上帝来弃杀。所以伫咧即个英文的即个译本内面，将迄个罪伫遐讲真成为罪，真做有罪。伫迄个所在，伊伫遐有个翻译改犯罪讲sin offering。就是讲真做迄个赎罪祭，安尼迄款的意思。当咱因为耶稣亲自真做迄个赎罪祭，互咱甲上帝搁安尼带着迄个上帝的性命会通搁一摆赢过咱过去迄个受伤的迄款的记忆，甲着咱的罪感受，主动来跨出迄个新生命的一步，安尼会通安尼。甲着即个得罪咱的人伫迄个中间来重新搁一摆好来好好。所以弟兄兄弟，合一是耶稣的工作，因为上帝的心意是建立关系，带来合一，
互人合一的即个代志是出自上帝。所以上帝方法是，就是伫遐来安尼，伊照着咱伫遐来传达迄种看无家己安尼迄款的性命，以上帝做中心就会通来得到合一。所以耶稣基督伊来恢复关系，伊要来恢复咱甲上帝的关系，佮也咱甲伊伫咧伊的内面，要恢复甲人以及着迄个。甲人的迄款安尼，迄个好好的关系。耶稣伫迄中间，伊伫遐来看重甲人合一。这位万王之王的耶稣，伊原本伊会通选择安尼降生伫咧即个皇宫的内面，但是伊怎样伫遐来选择安尼降生伫咧即个马槽咧，来生伫咧即个即个咱讲木匠的即个家庭的内面。其中一个上主要的就是耶稣无愿意安尼人甲人来做隔离。咱能想象，耶稣如果若确实降生伫咧即个皇宫，通去看伊的人只有遐有身份地位的人。若是耶稣伊降生伫咧即个马槽的内面的时阵，人拢会通来看见伊，包括遐地位真悬的遮个东方的博士，以及着遐个无有任何社会地位的遮个各样的，拢会通好来条件耶稣，即个诚心耶稣。耶稣无有选择一个即个皇宫内面来伫遐长大，伊来。无伫遐来凸显伊家己迄个君王的身份，伊选择踮伫咧即个迄个咱讲迄个木匠迄个木匠的迄个家庭内面伫遐来大汉，为着要生活伫咧人群的中间。耶稣的侍奉也是安尼，伊敢若看重甲人的合一，伊无安尼看重迄个人的身份甲着地位。耶稣无有安尼，咱讲安尼摆出一副安尼，即个老师伊是安尼迄个先生安尼迄款安尼的迄个架子，反倒愿意互遐个细汉囡仔来到伊的面前，抱因伫咧伊的骹头甲因欢唱祝福耶稣嘛无安尼伫迄个所在来插遐个。社会眼光，以及着即个法利赛人原底本地迄款安尼的传统，伊愿意放下伊家己，甲着侪人伫迄个所在同齐伫遐来用餐，伫遐同齐倒。所以弟兄兄弟，咱着应该安尼学习互安尼学习耶稣的迄款的模范。学习耶稣的模范，无互遐个一寡遮个身份地位甲别人之间诚做迄个甲别人之间的一道墙，也毋通互遮个咱讲宗派教派的遮个传统，以及着侪人的遮个眼光来安尼阻挡咱甲人的合一。耶稣的迄个救恩已经恢复咱。原底应该有的迄款的价值，佮提升咱的价值，因为咱每一个咱拢是上帝的儿女，咱无搁再需要去做任何的比较，也无搁需要去安尼做安尼相争，乃是彼此咱需要伫迄个中间来配搭、来成全，伫遐来安尼讲。来追求安尼尽力来伫遐安尼追求，保持圣神所赐迄款安尼合一。咱需要伫迄个中间，凡事伫遐来谦卑，伫遐温柔忍耐，用着听，互相伫遐宽容，用着和平，安尼互相伫遐联系，尽力伫遐保持圣神所赐迄款安尼合一。所以求主帮助咱。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后礼拜咱要恢复即个实体礼拜，甲着即个即时的即个直播，所以咱选择咱要安尼伫后礼拜，咱要来分享着
啥物款的迄个只有家己的迄款安尼性命会带来隔离啊，这是咱所需要知的，通好来帮助咱咱毋通，咱毋若会通来恢复甲上帝的关系，也会通甲着咱家己本身以至甲别人有一个真合意的关系。牧师今仔日依然共款会要来提出几个问题咱会通伫咧即礼拜，咱通好伫咧厝内通好来安尼思考。第一个，咱伫咧咱头拄今仔日的分享内面，撒旦的目的就是杀害、偷摕、毁坏，伊怎样来破坏人甲人之间的关系？安尼咱要怎样来避免？第二个问题就是撒旦引诱人来伫遐来犯罪，佮罪带来隔离，隔离带来死亡。伫咱今仔分享内面，即个死亡有倒三种的死亡。第三，上帝做倒三件代志，互人甲伊会通搁一届搁好。安尼，咱着怎样做，互人甲上帝会通来重新搁好？求主帮助咱，互咱会通伫咧圣神的引带内面，咱会得到上帝的光照，互咱伫过来的日子内面，咱会通重新恢复咱甲上帝迄个合意的关系。毋若甲上帝有合意的关系，咱也甲人会通有真合意的关系。咱同心来祈祷。主上帝，我满心感谢你，因为你丰盛恩典，甲你的慈悲怜悯，主你搁一届来光照阮，互阮会通看见阮家己性命的处境，也互阮伫咧领受主你的话语的过程内面，阮会通搁一届伫圣神的光照内面，阮看见阮家己的处境，阮就会通来开始来改变阮的性命，互阮真正欢喜来学习主耶稣的款式，就是伊无看见家己，伊只有看见爸，也阮要伫咧即个中间，也来学习无看见一人，只有看见耶稣。阮要独独只有看见耶稣，也愿你的神不断来激励阮、帮助阮，互阮会通伫过来的日子内面真正互主你的名得到荣光，互你的教会安尼伫即个社会、伫即个社区会通安尼诚做做遮社区的朋友安尼真意爱入来到伫主你的教会的一个所在，互做人，因为阮伫即个所在徛起来领受对上帝来的祝福，愿安尼恳求祈祷，拢上个主要所基督的圣名，阿免。请咱同心吟诗来回应上帝的话。圣诗第482首，圣诗第482首，请来和平人君，请咱起立来用全首。亲
请坐，即是咱同心来奉献，主欢喜甘心乐意的奉献。咱通将奉献的经验，放伫一个批笼内底，伫咱方便的时摕来教会，也是用汇款的方式到教会账号印伫荧幕的顶面。请咱起立来迎奉献的诗歌。请坐，即是咱同齐来读本周的经句。本周的经句是：阮所传的信息是安尼，上帝通过基督，互世间人甲伊和好，伊无追求因的罪过，却将即个互人和好的信息交托款。即时来报告，请咱来看周报后礼拜事项的名单，请何塞同工家己来过目。报告事项：第一项，8月27日小会议决事项。第一小点，接纳张欣瑜同学奖助金发放案。第二小点，接纳增加 Line Pay 奉献管道，相关事宜托冯灵混的长老办理。第三小点，依疫情的现况，暂定10月24日举行临时会员合会，进行长职改选，预定10月3日公告会员名册，如疫情有所变化，再另行研议。第二点，8月27日长职会的议决事项。第一小点，接纳7、8月份至8月25日收支月报表。第二小点，接纳礼拜堂不锈钢拉门滚轮更新。第三条点，依据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及中总会函规定，9月12日主日起，2场主日礼拜改为实体直播方式，中间清场喷洒消毒水。礼拜堂内会有人数最多36人为限，含主礼、司礼、钢琴、电子琴与影音服饰人员6人。鼓励留给行动不便者及长辈使用，其他信徒则安排于室外座椅区，采直播投影方式参与礼拜。各团契及小组则在不违反政府规则之下，自行决定聚会方式。第四小点，社教60周年感恩礼拜采低调简化方式举行，礼拜中举行圣礼典，即颁发信德奖学金。社教60周年特刊则延后出刊。第五小点，成立建堂小组，成员名单由小会提出。第三点，恭喜张俊晴周结于8月23日得一子。第四小点，请各团契开始预备下一季2021年10月到12月聚会内容安排。下主日12日
前交给办公室，以利下一季的行事历制作。第5点，信德奖学金开始申请，请于16日前向主日学及各团契提出申请。26日召开奖学金委员会，于10月3日社教纪念主日颁发。肢体消息，请大家自己过目。汀州自会概况甲会计报告，请家己过目。若是有错误的所在，请甲财务同工反映。以上报告，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要为我们的国家献上祷告。我们为台湾的平安得保守。新冠疫情的控制，有足够的疫苗给我们全体的国民，并希望疫情早日的结束，全球恢复正常作息，生活不再受到破坏。我们要为全球遭受天灾人祸的百姓代祷，为阿富汗的动乱，愿主的救恩早日临到这片土地上。我们也要为教会牧师、长老、执事、各团契小组同工、弟兄姐妹间互相关怀，献上祷告，并为莱阳教会的建堂意向，求圣灵的引导跟光照。我们要为教会的肢体祷告，求主为长辈的生活平安喜乐，身心兴盛健壮，以及病后满有元气，献上祷告，求主赐福保守。特别为王一南、曾正润，他们在治疗中满有主的恩典，让他们的病况得以回归。以上所求，都是奉我主基督圣名，阿们。请咱做伙来吟祝福的诗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吟诗线，请林牧师来祝祷，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是阮的主，愿感谢你，借着阮今仔日所领受的，祝你帮助阮，互阮真正会通踮伫主你的内面，
会通定心甲助力，甲上帝会通定心来过好。互阮照着阮伫基督内面，甲主的过好，阮也会通甲人也有一个好好的关系，甲即个大自然共款也有好好的关系。愿你的神来不断来催逼阮，来激励阮，互阮会通真做主你所欢喜的学生。但愿平安的甲上帝家己，互恁一尽正成。各愿恁的神、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只要恁的是信息，伊也要正伊。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下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门。请坐，密祷闭会。